妹妹，姐姐，你又在想念弟弟了？哦，三丫妹妹，你就在太后送呀，怎么躲到这里来了？接待太后的呀，大王都要亲自上过的。哦，王家倒也是此小心，可是我们是啊，我在这里天天接待太后对呀，可是父亲病重在家，谁接他对呀你？妹妹，哎呀，这姐姐妹妹，经过在太后的一碗当饭，公公，一碗是奴婢当饭的，不关三丫妹妹的事。好过头过，尽管推翻大王苏卷。少了奴婢这一次吧。何事喧哗？禀大王，公婢头哥不受公规，实业被扣，今日又不尽杀嫂之责，推翻大王苏卷，还将对太后的一碗当饭，正待处置。禀大王，要还是奴婢当饭的，是奴婢当饭的，不关三丫妹妹的事，不关对姐姐之事。禀大王，三丫妹妹年幼师傅，奴婢劝为是不忍失手当饭要问，奴婢甘愿受罚。是奴婢当饭的，是奴婢当饭的，是奴婢当饭的，妹妹姐姐，你好了，命太医重新培养。是。今夜送呀，事关带太问题，岂能是此粗心？就当以今人为好，索取从简，休得耽误。谢大王厚恩。禀大王，要还是奴婢当饭的，与姐姐无关。国王知道。你为何替杀亚洲古门骗国王？奴婢自在，奴婢自在。你为何看书忘情，不尽杀嫂之责？这你看的什么书啊？是诗经。诗经？你能看得明白吗？奴婢出自一耳。你看诗经哪一篇儿子忘记？爷，莫非你也有兄弟姐妹的历经哀怨吗？
景阳，身上花罩毛三里，留下了落山故地人凄凉。我的亲骨肉两离开啊，我死的岂能不悲伤？第一天我但有弟弟烧衣裳多烟，我观错始终离人上，我一日忘情恩仇长，我为了公归王见谅。黄牛之才也，明镜见地万般开，王家手中人之为。共有心碎，共有爱，同情何必人分悲？早知官府重何在？闻闻肩上将命财，高低乾坤初定，仙家去远离，中庸后当来朝归，无人再问苍生苦，海色飘摇风雨来，看过往风风带云一皮笑，不离不天见明在，儿女哀伤我同悲，永无言语将他为。这卷诗经你既喜欢，就赐予你吧。啊，赐予奴婢。是啊，都是燕燕这片离别之时，就想见到你的弟弟。谢大王。都是燕燕之事，你有观看啊？诗中所写，兄妹之义，竞争一切。倘若天下人都能如此，那就好了。你竟也是此之想？奴婢无知，大王是在。不，你不错。想不到这个女子会有这般见识，难怪她
不忘民情，爱护杀小，待人受过。不快，这代王公做的公务，都不及他呀。他们真许我为弟，传音传一王臣，传一王夫人，传一王夫人啊，王夫人，代太有名，公头是为王夫人，你同王妃，请王夫人设公给账。这。王夫人，大王，大王，弟弟，弟弟。你怎么还不回来呀？姐姐，小弟，小弟，你哭什么啊？我找姐姐。姐姐？哎，小弟，我晓得你姐姐在哪里。她在哪里？她在一个很好的地方，我带你去好吗？怎么啦？你不想找你姐姐啦？你俺不说，不能跟陌生人走。我认得你姐姐不是陌生人，我是个好人。来，我陪你去寻找你姐姐。来，走，来，寻找你姐姐去走。寡婢，你到哪里去了呀？寡婢，阿婆啊，
我看见一个中年人背了一个6、7岁的男孩到那边找姐姐去了。王明，叫我多向你姐姐交代啊！阿伯。去吧，去吧，去吧，去吧！你不要走！你不要走，姐姐！快去！你不要走，姐姐！去！来，快进去！进去！姐光明，来，这里就是你喂马的地方，好好的喂马啊！路遥
相知来投影，为马努力动牛马，马鞭上中当人鞭，鞭痛好熬心难平，谁人恨无待
莫为弟弟哀伤，用寡人载明穷远上访。万岁，你实力万机，千万莫为臣妾私自操心，请万岁安心去吧。好。郎中令，命你先去国穷沙方头夫人宝地头广兵，休得耽误。臣立旨。姐姐。对光平，你孤身一人漂泊异乡，自己要时时当心。一心病人这个样子，怎还得了？可是小姐遭殃，小人不是定当为报。你快起来，不要这样。都是小姐，小姐。小人是个奴才，什么奴才主子？你还是我的救命恩人，你莫要怒我小姐真悲愤，我与你同为王烈不顾夫人命，我虽与弟弟在当随天行，你为人女马可飘零，我下龙究竟是有生，你相见万语从今人，我想娘就算自下火两条心，故然是在吧分，小姐呀，谁有所报天保佑你人心人，只可惜光明今生难得人，来世报你早快恩。啊！女，你怎么看我？我要命了！当个膈应我女，弟弟，你，今年是过多少次了？要祖母有分，男女有别。堂见你母亲看到，女儿哪里还有母亲？女儿的母亲早在黄土隆中
我会不管。哎，二母也是一样的嘛。好了好了，不说这些了。那天接你弟的亲事，母亲，你是随着年纪大些，可他是本就父母官呐。不但女儿终身有考，学历会武也。弟弟说是定要将女儿送进军事做妾，女儿心愿去救县之乡，背叛母亲。母亲，你老爷来，舅父老官大人道，快请。哎呀，小姐不好了，那位大妹人来了，她又来做什么？一定是军帅老太爷派她来催婚来的。她催明来了。哎呀，小姐，你千万不能再行断绝。哎呀，小姐。军帅大人早已王爷岳春了。我的为妃大人今日前来迎亲，好为千金早做准备啊！一定啊！广斌哥哥。小人万死不辞。你一定要来。小姐，他来了。快走吧。小姐，快！夫人，谢万岁。夫人，送上今朝内地的告示已在各个穷院张贴了，你们这地不是就能断续，你应该陪我畅饮几杯才是啊！托万岁洪福。来，当今皇上为段夫人寻找宝地段光平。这个光平是清武郡关进人士，现年18岁，12年前13。此人报信者还有重伤呢。还有重伤啊！那叫什么名字啊？段光平。那什么时候13的啊？12年前13。13已经12年了。马爷，哎呀，老爷，事关重要来，老爷，今日皇宝上的先生，你查清楚了？查对确实千真万确。松绑，光平啊！老婆我为一生。
他能跨船挖下去，半夜时候与苦爷押金。是老爷。半夜时候。刘光斌山上请我，恰是一表人才。女儿啊，弟弟多接你们家长，也就是了。终身有靠，为我总算对得起你的亲娘了。弟弟，好了好了，小姐已经答应，但先令王道接受，便与你们完婚。稍后老夫还要为你去寻找姐姐呢。寻找姐姐。妹妹，别无他人，何必是此？姐姐，天上八国已经拟定了王文，我家这个正宫娘娘，不知老他位之女，定是上将军之美。猜你妹妹，凡是与穷人先定的王儿，必定是品质齐备，颜值对方之贵人。我们不必议论，好好侍奉就是。错不错，准备着好好侍御吧。臣请见驾。王玉少礼啊！王儿，王玉啊！把鸟骑上龙王星，后一子听成亲。不，这难杀人情了。万岁，朕去侍奉万岁，不是一样的吗？爱卿若是太子，寡人刘旨意若见。来，接对王后更一次。万岁，臣妾一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爱卿有话谈色不妨。万岁。哪一个
也喜欢自立起居在宫闱，公孙无话应在谈，不须总督几方城公寓去，娘他们幻想论语把婚配，愿世人莫将其家贫无天一地病，愿世人莫将其落塞地里生泡开，愿世人莫将其寄在皇宫地流浪，愿世人莫将其12年心地同人。蒋寡人是高皇帝急切之至，侥幸避过屡遇之祸，无德无能，靠着高皇帝的威望和文武百官的无知，登上汉天之大位，尚未为黎民百姓做些好事，心中实是惭愧。爱卿之意，寡人一定下诏办理。谢万岁！爱卿。万岁不能蒙的感人言德，历对四位王儿，真乃生命君主也。家生不得，愿为君主分忧，请先生赐教。万岁呀！那一你之间呢？以家生之间，立即下诏全民农丧，禁止高丽本部年丧。3年无罪之后，我罪浑身不息，我罪天下不死啊！立即下诏。农丧天下之大本也，正当再跟王于卿上以劝天下。年今高丽本部，各中原实际将不法举上，退伍归案，年成无
上。希望孤算厉害。这是什么？女婿，是你小女人情，老夫并无多少财产给你，十分不安。今日将这债权全作家长。那，你看。不，我不要。姑爷，这债权是债务欠你债金之凭证，有本胜利，礼让家里，有了这个无价之宝，姑爷你一世享用不尽啊！不要客气，快收下吧。肚里有福，这就对了。还要告诉姑爷一件天大的喜讯，当今皇后头娘娘就是你寻找多年的亲姐姐府上下连夜带姑爷去上岸申请。一个皇儿姐姐，我们要去上岸申请。孤孙是他吗？千真万确。少公，堂上贵婿果真是当今国舅，你便是望亲过去了。见到大人第一迎接，明日下官便引贵婿进宫申请。谢大人。爱卿，天大的喜事！请万岁娘娘，随皇领到。小明对光明，叩见万岁娘娘。禀升。谢恩啊！谢万岁。对皇帝，小明人，你进宫申请可以标记之文，无语。可以穷源杀命之文书。小明无语。那可以做些无劳神证。小明也无语。你就标记文书也无人证，怎么能进宫申请？万岁，小明实在不知是有事叫我来认亲的。哼，爱卿就要难过，待寡人再盘问他一番。对皇帝，小明人，你家是哪里？万岁。家是北平河源，
12年前几十个，从此派在上流天。你与你姐姐是怎样分开的？曾记得那日相离关经营，姐姐对我牵手的。你当时是怎么样讲的？我年幼未见举别意，要跟姐姐到宫里。姐姐怎样吩咐于你？姐叫我当时要听阿婆话，莫要把事莫相信。对你还做了些什么呢？姐姐她常着为我不独对，一生长两分离。窦光明，你是否记得起皇城国台上担当为你姐弟两人所指之事吗？记得，记得。有一日，弟弟病重，我在上，在姐姐西上落落去山上，我推着丈夫的下日，逼破了金王，气坏了姐姐，泪水如热，血水淌。姐叫我弟弟上前将婚相，当时听留下伤疤，永难忘。恭喜少公找了个国舅女婿，这下官要托你的鸿福喽！哪里，无相的，无相的！国舅夫人，请干杯！小人祝两位大人万事如意，祝国舅夫人万事如意。啥呢？今后你就在国舅府做官司，也好有个照应哦。遵命。皇上有旨，
府德国舅府的一书2点8清，东坡造嘞。多谢万岁娘娘。小人这条革命吧！哎呀，国舅爷，哎呀，国舅爷，你我今未有今天，且马子。已经糟糕险过，今自高丽盘剥，年成不发沮丧。如今少数华军高丽沮丧，尽管到来上岸，英年豪门。贾大夫，
证明你率御林军至国府虽不归安。倘若豪门贵族抗拒说服你，是有抗拒者，不能忘情过去，三公九去，一力分三。不能忘情过去，三公九去，一力分三。老爷，哎呀，不好了！何事惊慌？御林军来到附近，正要做那从你杨军到来的高丽杂子扫。老爷呢？那白杂物搞到京城来了。你没有听他们讲，这里是堂堂国舅府，岂能随意进来扎人？我也是这样也讲，可是他们是奉圣旨前来，让我禀告国舅将你交出。我让同志举步问斩，他们会等着会还你。哦，御林军要来抓他，恐怕凶多吉少。这是他自作自受，才有应得。弟弟团在挂你，死算在他，这是他是被抓，命我的面子何在？这与你我无关。哎呀，国舅爷，夫君啊！人万无用无言十公门，倘若是今朝要中就地你何惧何言为公卿，倘若是上阴谷送上人送上人，我见娘娘梦为人，这是我过了此事，望着我姐姐挂在一目，怎么办呢？既然此事是故意为呢，那老夫只好死守去了。弟弟，老夫也是本不作谢，这是可怜女儿，可怜姑爷，可怜严德的对王儿了。是我从何舍去？姑爷，实话对你说了吧，女人就要来捕我，并非为难老夫一人啊。我要为难哪个？真宫娘娘对王儿啊，为难姐姐啊！哼，谁管同王位一根毫毛？哎呀，我的姑爷，你好糊涂啊！对娘娘出身地位差为王后，朝中不少老臣十分嫉妒，老太尉也为娇女未能参与而不愿，此番来做老夫，还不是为了扎起把柄，怕是皇上废掉退王儿啊？什么？可怜他没当几天王儿
恰要被当人人供了。啊！他们果真要害我姐姐吗？唉，想来早以来，皇亲国戚都是官居高位，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满朝文武才敢正眼宽上一眼。唉，哪像如今对王于娘家无人，外人才敢如此嚣张啊！谁是无人？不要忘了，万一我堂国舅爷在，哼，只怕你这国舅爷无官无职，不在他们眼里吧？他们国国舅爷，这道是虽不有英明人，恰原来是怪姐姐有英情。莫小看雷家四代人定故，到底我大汉国舅有身份，为哈一入国舅府，启用兵丁来往矣。黑头难咽一口气，今日里再受气，往外往亲。来，王儿快拿走！这国舅爷，你就都为救急。他们想来抓把兵吗？是，他们要抓大当，你去告诉他，国舅爷生，当国舅府，谁也不许进，谁也不能抓。今来就叫他有来无往。国舅爷，哦，对了，你可不能这样说话呀！哎，国舅爷之命，真公不顺呐！走，走，弟弟，万不夸追。证明我要去告诉姐姐。哎呀，我的姑爷，你万万不能告诉王儿。这是为何？姑爷，你在你呀家东国中还有众多债务呢。去将国舅爷的债权拿来。怎么？我家女儿做败家的那些债权也是私人搞的。啊！姑爷，你可不要小看了这些债权。当今皇上布告穷源，大动干戈，四处搜捕，便是要查有这些高丽债权的巨商啊！这可是高丽本部的财政，上面不知还是写上你的名字窦光平。姑爷此刻去见王儿，岂不是叫王儿增添财命？国舅爷，国舅爷，这位国舅爷，有理就都尉已经藏着走门了。你没告诉他，我国舅爷不许他进来吗？我死了，后两生是我们违抗生命，万计要斩啊！他滚！你们不能进去，不能进去！我们要见国舅爷。哎，不能进去！见过国舅爷。你是何人？在下御林军都尉。长津府来，你可自裁。
下官是奉命而来，来此这人有本书甚长。上面写着什么？古文写得明白，国舅大人岂能不知？哼！啊！国舅爷，在下是税部不法杂主而来。税部不法杂主来我国舅府责任？据啥？一样不法杂主少通就在府上。种种财富，天大的官司由本国舅此子，与你们无关。国舅爷莫非有包庇之意？必是包庇，那我怎样？包庇怎瞒谁同公堂？便是公堂，那我怎样？实话当真？本年实话无人顾，今日实话要算数。国舅爷，本都尉是奉命而来，今日听要搜查。大当，你快藐视国舅府，奉命税府不必忘情是是不得我是不能是一定要是杂主头光平啊！是。自从寡人下诏从农业上灭火建立以来，国事兴亡，人民荣耀。只是少数举上在主，不正法令到来上按逼着澳门官员之家，地方官也无可奈何。这还了得！凡谁有招财心，立该严惩他们才是呀。正内也有一个罪恶，恰是王亲。哦，哪家王亲？你让举上少痛。早，万岁！朕妻子亲家万法，替万岁添了累赘。朕妻深感不安。万岁！王子万法与民同罪，请万岁处置。爱卿，此次孤见大体，实乃寡人之心。这事至今还有一人，尽管杀死奉旨税府之御林军都尉啊！此人难道不要命了吗？杀死都尉是有死罪的呀！是啊，寡人曾向满朝文武下过诏令，不论何人是有抗拒罪，列在无杀。西祭万岁！本无不管奉旨喜节点点，公而万岁。知道了。娘
亲，你不知罪，我已知道，这乃王子违法，与民同罪，换你早早实乃杀命。哦，娘娘啊！弟弟在从门迎在，不用凡事难再会，一年只差听条说，高就他怎么样？高就他10岁杀不为。
老太尉有何言语？你不要急嘛。老太尉言道，要传统文武力保对光平，只要他不死，皇上对我等才无可奈何。对，对光平实在不死，朝野必定声援，对娘娘必难做皇后保守。对，太对了，这教主夜杀三鸟啊！今日道德大国酒，明朝苦堂的王儿，管他姓曾姓不姓花的，连朝秋来还朝秋。万岁有旨，今日参面朝尉本无弃退。答应了吗？哦，万岁！朕听比起人家，请郑重乐听。万岁，请万岁答应朕听，自取王儿之位吧。哎，请万岁！啊！自在。对光平杀命之后，东闻公卿一时听命，也应杀命。对王后自愿自取王后之位，皇上应承给他一片苦心。老太尉焦虑，可谓新王儿，从政落功，亦属皇上之责。对王儿是取王儿之忧，对光平不再是王亲国戚，杀人一案可有金少银查办。自取王儿之位，也救不了的。江山比爱情。
夏大夫，生在索取国舅府宣诏，立旨，对光明杀人抗旨，谁人不杀？是征求与对光明，令其死尽伏法。征其先死，立诏。他不能死啊！国舅，请皇上所私之证据。这是真的吗？真的是皇上？禀国舅，此就是皇上亲手所死。不，皇上是我亲姐夫，他不会让我死的。不，贾大夫，国舅此后都是附庸之故，这就让我看了吧。国舅夫人未必对光明接受也。对光明接受谢恩。那我姐姐知道吗？王儿知道。不，我不信，姐姐一定不知道。她知道我是为来救我的呀。娘娘只有她这个亲弟弟呀。我要见姐姐，我要。夫君。国舅的衣服准备好了没有？准备好了。娘娘，我可还是不看的好。我要看。娘，他在世上没有亲人，我不了理，谁来了理呀？弟弟呀！娘娘，姐姐，国舅，你绝不上头，杀死御林军都尉，错办婚礼，立给战役。皇上顾念国舅年轻粗慢，得是真气，亦是宽容，放国舅自容，政治佛法。不，我不能死！快去告诉姐姐，让她来救我，求皇上赦免我盼天明，天明，天明生死见地生。纵然人去看不转，必问因子。
得公先王。下大武3万7千不误。万岁！对国舅高丽奔波，杀身抗旨，万口杀灭，臣下为何不可杀灭？哼，高皇帝呀！恨力昭昭，疏而不虑，对国舅一处死因。祭奠国舅吕公光明陵前，背负吕公光明，生出国际年少遥望，同在英文，生死永绝，朝阳失神。来酒一裳，向我赠上。吾父爱在，我为上下。
难更改。王儿大女死决断，试问所去休得言。劝你莫把王儿带，我定要见过姐姐面。王儿却难此地来，我不信姐姐不报弟弟情。姐姐救我来了。夫君。姐姐，你为何身穿素服？姐姐觉得万岁的恩泽与弟弟准备来了。姐姐，你难道人心不肯把我救？姐姐是爱欢相聚，不能够你是万人之上会忘恨。会忘儿难舍，分离你好，在光明苦海为人在凄凉，好有一侧的又遭殃。天不公让苦诉，乃诉你弟弟昂心上。今日里不赛事乃把亏也比，就能下张张告诉表娘，你身为王儿不救我有罪无罪。哦，良言从此愿娘娘当明8岁，永往富贵尽心乡。天苦里，我相见心醉。这一场。
可怜你落地黑夜，我遭殃，我有做今天，我是有做娘，眼泪伴作为你成就红墙，怀抱或许红你在梦乡，一颗一生记心痛，一张一分几欢唱，真是伤心滴滴我是一步一回，一段长，只有应是月有穷，谁儿年我不是过把一里总以为一里相对永多里，谁知晓一场光阴把人伤，你可知独为这把往事可怜他老母妻儿可伤，你的我被外围生来飞呀，总因为你杀人的命宽里一张，堂上姐姐人体在，我情愿了单身报得人相扶长，弟弟呀，谁为你不知成条路，中华你当时诚心真强光，弟弟你愿记记不远，好弟弟呀。